中部的山区是落一暝大雨，台中国馆的中环便道3.9公里的路段，早起有一大片的土石放落来，讲这放落来的大块土石，都亲像是一间厝遐尼啊大块。华视的记者独家进入到现场来采访到工务段抢救的状况，讲这个崩山的所在，差不多要3-4天，要到初7才会当来抢通。 石头受到大粒挡伫路中央，因为卡诺风台来时，规暝风雨受到大雨，台中国馆中环便道3.9公里的路段崩山，华视新闻团队独家赶到现场。我们看到眼前这颗石头，它足足有一间房子这么大，清除它至少需要2天的时间。而据说在这颗大石头后面，还有一颗比它更大的一个落石。摊放的量体大概是有1200立方公尺左右，但是问题是中间有一块刚讲的那个大石头，整个量体可能将近占了1半的量体。里面还有一段大概40公尺左右，路基被石头打坏了那路基也要修复。 台地的人员收到通报嘛，赶紧上山，估计初7的下晡才会当抢通。中部山区落规暝大雨，就算目前这个风台已经走啊，淹过西南气流，依然和天气无稳定。 就在中横的便道2号的上古关2号明隧道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现在看到山头的大水不断的往下游冲，这个水量是相当的大，整个明隧道几乎都已经被淹没了。 因为落大雨，和这个上国馆2号明隧道灭输水墙同款，大量雨水和这个出泉嘛变甲真落，市区的清水拢变落水。平常时若拜五会去国馆爬山，还是浸温泉的游客，嘛拢因为风台无来这佚佗，无游客生理自然就歹。本来这边很多爬山的啦，泡汤的啦，什么都很多人，几乎天天都有啦。 这几天都没有，都没有人来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那个，也是差很多啦，一半以上有，一半以上有。国馆本来伫今日咧办音乐会，因为这个卡诺风台影响，延到18要办，即马部分的路段有帮提醒乡亲，若是要去国馆，都要随时注意上新的路况加自身的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